即马诈骗的手路是百款。商务航空伫10月底挂牌上市了后，想袂到嘛，随就成做诈骗集团骗人的手段。伫台北市南港有一个负责人，伊伫人面册看到商务航空抽股的广告了后，伊就加入群组。这段期间，伊拢总是讲50万入去了后，才发现讲是去互骗去。伊甲警察报案了后，甲警方合作，趁要搁交钱的时阵，直接甲这个车手抓起来。发言人替雨伞提钱，惊慌或是交车边啊，准备提钱给对方。民警马上向前抓人。卖单啊，落来啦！好了，放嘞，卖单啊，放嘞啦！警方喷发江水，随去驾驶被拖入车，支援警力也冲出来斗相共。不要动，先不要动。互人诈骗的发言人是伫网络看到商务航空抽股资讯，随去汇钱面交50万，才发现受骗。59岁姓区的车手。被了后，讲家己最近失业，经济困难，透过朋友介绍，才找到这份车手的头路。该名车手见行迹败露，欲驾车逃逸，仍遭警方强力逮捕，全案讯后移送地检署侦办。诈骗的手法800款 ，NCC 也捌互诈骗集团冒名骗人。NCC 最近接到民众反映，诈骗集团打电话给民众，讲申办门户，互人检举停会，进一步骗取个资证件。NCC 强调，绝对袂主动用电话问民众的个资，呼吁千万唔通受骗。记者综合报道。